由天光行到天黑。北角碼頭望住對面鯉魚門、啟德體育園。除咗沙田夜景、尖沙咀夜景、北角同埋啟德體育園個夜景都係非常美麗。哇！有隻船喺中間喎，咩啊？倒垃圾啊！跟住仲有聖誕燈飾，啲菲傭仲未返屋企啊！對面轉下嗰個就係啟德體育園啦。如果離開咗香港有1年半載，應該未入過去㗎啦。返嚟記住入去行下。喺呢度最多姐姐，因為啲姐姐放假。啊！有直升機啊！哇！直升機，咦？喺個海度揾人啊？點解照落嚟嘅？照住個海嘅？照去邊啊？哦，就係鯉魚苗嗰頭啦。